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51章，上主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用毁灭的大风攻击巴比伦甲伊的人民。我要派外国人来侵犯巴比伦，亲像大风底拨未遂，因要甲伊的国土拨甲空空空。毁灭的日一个到，因要对四周围来攻击巴比伦。毋通互巴比伦射箭的兵射箭，毋通互因有机会武装起来。因的少年人，恁毋免甲因珍惜，着甲因全部的军队消灭。毁灭的日一个到，因要对四周围来攻击巴比伦。巴比伦人为伫家己的城市受害，伫逐条街路互人屠杀。以色列甲犹大虽然伫逐所在得罪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毋过因还无互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的上帝气杀，着赶紧逃走，离开巴比伦，虽然顾性命。毋通因为因的罪，甲因做伙灭亡，因为上主报仇的时已经到，我要互巴比伦受报应。巴比伦以前是上主手中的金杯，互全国的人拢啉甲醉茫茫，列国捌啉伊的酒，啉甲发狂。巴比伦会忽然倒坏毁灭，恁着为伊哀哭，着甲伊抹乳香，减轻伊的痛痛，伊可能还医袂好。住伫巴比伦的外国人讲：我捌想要移巴比伦，毋过无效。现在咱着离开，逐个人倒去家己的故乡，因为巴比伦所要受的刑罚真大，大甲拄天，趁假强创。上主的子民在欢呼，上主已经宣布咱公义无罪。来，咱着伫锡安宣扬上主咱的上帝的作为。上主决定要毁灭巴比伦，就激动米底亚的君王来攻击伊。这是上主要报仇，要为着伊受毁坏的圣殿报复。指挥官下令钱抹福尖，盾牌举福条，采大旗做信号，攻击巴比伦的城墙，加强固守守望台，派卫兵轮班，搁派人埋伏。关系巴比伦子民的命运，上主安尼决定，嘛安尼实现。巴比伦啊，你的境内有真侪河流，搁积住真侪财宝。毋过你的终局到啦，你的性命到这为止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记家己立誓讲：我要调集亲像草莓遐尼侪的大军，侵占恁的土地，因会对恁发出胜利的欢呼。上主用家己的大能创造大地，用伊的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铁开强创。上主一个出声，天顶的水就滚甲，云雾就对天边海角冲出来。伊对雨的中间射出线呐，对伊的仓库送风出来。世间人拢愚戆无知，逐个拍金师傅，拢为着家己做的形象见笑，因为因做的形象拢是虚假，内面无性命。偶像拢是虚假，是人铁笑的对象。刑罚一个到，因拢会消失。做雅各产业的上帝甲因无共款。
伊是创造万有的主。以色列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的产业。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上主讲：巴比伦啊，你是我铁锤甲武器，我捌用你讲喙列邦，毁灭列国。捌用你拍败战马甲骑马，拍碎战车甲驶车的。捌用你杀死查甫人甲妇人人，杀死老人甲囡仔，杀死少年人甲少女。捌用你杀死牧者甲伊的羊群，杀死做事人甲伊的牛，杀死总督甲官员。上主讲：你要亲目看到我报应巴比伦甲伊的子民，因为因做歹伤害錫安。巴比伦啊，你是毁灭全地的大山。你看，我要攻击你，要伸手对山岩，甲你扯落去，互你变做烧毁的山。人袂阁对你遐摕石头做触角石，也是做地基，因为你会永远荒废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就伫境内采大旗做信号，伫列国中分扫角，调集列国来攻击巴比伦。就召集阿拉纳、米尼、阿什基那来攻击巴比伦，佮派将军指挥作战，调集亲像草莓遐尼多的马兵上来。就召集列国米底亚的君王、总督、官员，甲因所管各国的军队来攻击巴比伦。地大震动，佮转息，因为上主攻击巴比伦的旨意已经确定，要互巴比伦的土地荒废，无人徛起。巴比伦的勇士无要阁交战，拢匿伫堡垒内面，因溃力用尽，亲像妇人人无力共款。巴比伦的厝体互火烧了了，因的城门互火弄破。送批的连续走来，报消息的一个搁一个，拢走来要报互巴比伦王知，城逐边拢互人攻破。河的渡口互敌人占去，水池的芦苇互火烧去，战士拢惊甲破胆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宣布：巴比伦会亲像五角场，互人大家平平平，阁无偌久，收成的时就到啦。耶路撒冷人讲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阮吞灭，甲阮缀喙，阁互阮亲像摒空的器躯。伊亲像海怪，甲阮吞落去，将阮的宝贝食了了，就甲阮推出来。錫安的子民讲：巴比伦人虐待阮甲阮的亲族，原因受报复。耶路撒冷人讲：因流阮的血，原因才会做受报应。所以上主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替因伸冤，要为恁报仇。我要互巴比伦的河无水，互伊的水源拢干去。巴比伦要变做土堆，成做豺狼住的所在，互人着惊啼笑，无人徛起。巴比伦亲像勇猛的狮，吼，阁亲像细只狮得叫。因的食欲一个起，我就替因办桌，互因快乐，互因啉甲酒醉，永远困袂醒。我要亲像
伫赶羊仔、赶绵羊港、山羊港，赶因落去屠杀场，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巴比伦竟然受攻破，全世界拢在称赞的大城竟然受占领，列国看到伊拢着惊。海水涨悬，淹过巴比伦，花口的海涌甲伊牵起来。巴比伦的城镇趴远，土地大窟窟变做沙漠，无人徛起，嘛无人经过。我要刑罚巴比伦的生命比例，叫伊吐出吞落去的财物，列国袂过去敬拜伊。巴比伦的城墙倒坏啦！我的子民啊，着赶紧逃走，离开巴比伦。逐个人救家己的性命，闪避上主的大受气。你毋通失胆，毋免因为境内的风声惊吓，因为每年拢有风声传来，境内有强暴的事，领袖互相斗争。看咧，时日一定会到，我要刑罚巴比伦的偶像，巴比伦全国拢会拄着见效，受害的人会倒甲满世界。迄时，毁灭者对北方来到巴比伦，天地甲其中所有的，要因为巴比伦倒坏欢呼。巴比伦伫世界逐所在杀死真侪人，嘛杀死真侪以色列人。为着安尼，伊未受毁灭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恁已经闪避逃劫，着紧走，毋通徛踮遐。恁虽然离开故乡真远，着会记得上主，着少年耶路撒冷。恁讲，阮听到人伫落骂，就感觉流气，满面见笑，因为外邦人入去上主圣殿的圣所，所以时日一定会到，我要刑罚巴比伦的偶像。巴比伦国内有侪人受伤伫害惨。巴比伦虽然爬上天，搁强化堡垒，我犹原要找毁灭者对付伊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对巴比伦传出哀哭的声，伫巴比伦发出大毁灭，因为上主要毁灭巴比伦，城内无阁有喧哗的声，对敌的军队亲像鹰隆隆吼，发出响亮的声。有毁灭者来攻击巴比伦，巴比伦的勇士互人掠去，因会经受压制。上主是刑罚的上帝，一定会报应巴比伦。我要互巴比伦的贵族、智慧的人、总督、官员以及勇士，拢啉甲酒醉，永远困袂醒。大君王、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。巴比伦宽阔的城墙会全部倒坏，宽大的城门会互火烧去。万民所劳碌的拢无采工，万国所劳力的拢烧了了，因就拢野现。犹大王西底家继位第4年，马西亚的孙尼尼亚的囝西莱亚做王宫总管，伊甲王做伙去巴比伦的时，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伊。耶利米将特别临到巴比伦的灾祸，就是有关巴比伦一切的话，拢写伫一卷册。耶利米对西莱亚讲。你去到巴比伦的时，着宣读写伫即个
切卷的话。搁着祈祷讲，上主啊，关系即个所在，你捌讲你要毁灭，互伊永远趴远，无人徛起，连精神嘛走了了。西莱亚，你甲即卷册宣讨了后，就甲伊放伫一块石头，迄落去幼发拉底河。然后讲，巴比伦话亲像安尼沉落去，袂阁兴起，人民嘛拢亚善，因为上主要降灾祸互因。耶利米的话到这结束。